Shelly 爺喲，大家好，我係 Sherry。相信入得嚟呢條片嘅大家咧，都係對申請韓國語學堂有興趣，或者想了解更加多資料嘅。記得我當時想申請語學堂嘅時候咧，上網做功課爬文或者係 YouTube 睇人哋分享咧，好多都係揾到一啲台灣人去分享佢哋嘅申請流程，就好少揾到係香港人分享喺香港申請嘅過程啦。就算揾到咧，都係疫情前嘅資料嚟嘅。咁所以咧，希望呢一條片可以幫到更加多想申請韓國語學堂嘅香港朋友。事不宜遲，我哋即刻去片。嗱，開始之前咧，我都要戴翻個頭盔先嘅。以下落嚟我所講嘅內容咧，係 base on我喺2024年6月嘅時候申請2期延世大學語學堂同埋 D4 簽證嘅時候所需要用到嘅一啲資料。留意翻申請1期同埋2期語學堂所需要嘅資料咧，係有少少唔同嘅。最緊要申請之前咧，都係以學校官方網頁所列明需要嘅資料為準。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要喺你嘅學校網頁填寫一張網上嘅申請表。喺你寄所需要嘅文件去你嘅學校之前咧，係需要先喺網頁上面填寫一個網上嘅申請表。咁內容其實都唔係特別複雜嘅，都係一啲簡單嘅個人資料啊，或者係學歷資料等等。咁第二樣嘢咧就係6個月內嘅證件相。咁延世大學咧係冇規定背景顏色啊，或者係髮型規定等等嘅。咁但係都建議大家最好用翻白色背景。呢一張相咧係會用喺你嘅外國人登錄證啦、學生證啦同埋畢業證書等等嘅，所以都建議大家最好就正正經經去影翻張新嘅證件相再遞交。同埋呢一張相咧係喺你交呢一個網上申請表嘅時候咧已經要交埋嘅，所以大家最好就影咗張新嘅相先，然後先再去填嗰個網上申請表。第三樣就係彩色嘅護照影印本。咁安全起見咧，我唔係淨係俾咗得個人資料嗰一頁俾佢，我係 scan 咗成本護照每一頁俾佢嘅。第四樣就係最終學歷證明。咁最終學歷證明咧，可以話係所有所需要嘅資料入面準備起上嚟咧係最繁複嘅資料嚟嘅。咁點解我會話呢樣嘢係準備起上嚟最繁複呢？因為我哋所遞交嘅學歷證明咧係需要先通過海牙認證嘅。咁海牙認證其實係啲乜嘢嚟嘅呢？海牙認證咧係嚟確保你所遞交嘅文件嘅真實性啦，同埋令你所遞交嘅文件喺國外都有一定嘅法律效力。咁喺香港又可以點樣做到呢一個海牙認證呢？其實只要2個步驟咧就完成到㗎啦。首先第一步，你要到民政事務處做宣誓。你可以先上去民政事務處嘅網頁睇下你屋企最近可以做宣誓嘅事務處地址同埋可以做宣誓嘅時間。宣誓咧係唔需要預約，亦都係免費嘅。你只要帶埋你嘅身份證同埋你嘅最終學歷證明影印本，喺你想做宣誓嘅嗰個時段嘅15分鐘之前去到事務處就可以㗎啦。留意翻你申請2期或以上語學堂要申請 D4 簽證嘅話咧，記得要準備2份影印本，一份咧就係交去語學堂用嘅，另一份咧就係申請簽證嘅時候要交嘅。咁去到事務處宣誓之前咧，需要先填一份表格同埋宣誓紙。咁職員咧會逐個 step 咁樣帶住你填嘅，所以唔使擔心會填錯或者填漏資料。因為呢一份咧係海外用嘅宣誓文件，所以記得填資料同埋宣誓嘅時候咧都要用英文。咁填好晒所有資料之後咧，就等到夠鐘就可以進行宣誓㗎啦。其實淨係宣誓呢一部分咧，大概幾分鐘內咧就完成，可以走得㗎啦。咁完成咗第一步宣誓之後咧，就可以嚟到第2步，去高等法院加簽你嘅文件。呢2樣嘢咧唔一定要同一日進行嘅，但係因為我唔想咁麻煩啦，所以我就1日內搞掂佢。去到高等法院嘅加簽服務組，將你要加簽嘅文件俾職員確認咗 OK 之後咧，佢會問你要加簽幾多頁嘅。嗱，留意翻加簽呢一樣嘢咧係逐頁紙計錢嘅，每一頁紙125蚊港幣。咁但係咧，因為我係唔肯定淨係加簽宣誓紙嗰頁就得啊，定係要加簽埋我嘅畢業證書影印本，所以安全起見咧，我係每一頁紙都加簽咗嘅。之後咧，你就可以拎埋張單落去會計部度俾錢啦。記得帶定足夠嘅現金，因為我記得佢淨係收現金同埋八達通。但係我記得嗰日去到個八達通機係壞咗嘅。俾完錢之後上翻去加簽組咧，攞翻張回條，大概2個工作天咧就可以攞得翻你要加簽嘅文件㗎啦。咁呢一份加簽咗嘅文件咧，就係完成咗認證嘅最終學歷證明，就可以交去語學堂嗰度啦。第5樣就係存款證明。咁其實要申請呢個存款證明咧，一啲都唔複雜嘅。但係咧，我就因為交錯咗存款證明而爭啲申請唔到語學堂，最後我係行運咗3間銀行分行先至申請到一張正確嘅存款證明。所以對我個人嚟講咧，我覺得呢個存款證明咧係仲麻煩過要整嗰個學歷認證嘅。因為延世大學咧係唔接受以月結單作為你嘅存款證明嘅，所以你係另外要去銀行分行度咧申請一份列明咗你嘅英文全名、戶口嘅存款餘額同埋有銀行印或者簽名嘅英文存款證明。咁我當時咧第一次係去我屋企附近嘅銀行分行度問嘅，我就同職員講我想申請一份存款證明。咁但係職員咧係直接同我講話佢哋冇一樣嘢叫做存款證明。咁我當時其實都有少少錯愕嘅。
咁但係都唔緊要啦，我就去第二間分行度再問職員啦。咁當時嘅職員咧，的確係幫我開立咗一份存款證明，但係咧嗰份存款證明淨係列明咗我嘅戶口連續3個月係有超過1萬蚊美金嘅存款，就冇詳細咁樣列出咗我嘅戶口嘅餘額係幾多。所以呢一份文件咧，最後就俾裕學堂彈翻轉頭，叫我重新遞交過嘅。我當時收到消息要我重新遞交文件嘅時候咧，係超級彷徨，因為當時已經就嚟到申請嘅 deadline 啦，我好驚喺銀行申請唔切份文件，然後補交唔切咧，我就申請唔到裕學堂。咁但係不幸中之大幸咧，我收到呢一個消息嘅時候咧，係喺旺角嘅，咁所以我喺旺角即刻衝咗去最近嘅銀行分行度問職員可唔可以幫我開份存款證明，然後同佢講今次真係要列明我嘅戶口餘額係有幾多啦，同埋就即係拜託佢睇可唔可以盡快出到呢一份證明俾我。咁好彩啦，最後好似都係大概1日，即係等咗1日，我第2日就已經即刻可以去攞到嗰份存款證明，然後就順利咁樣補交翻俾裕學堂嗰邊。所以大家去銀行分行度申請存款證明嘅時候咧，記得認住 Certificate of Balance 呢一份文件嘅名。最後我係交咗呢一份文件去裕學堂嘅。最後第6樣就係學習計劃書啦。咁呢一樣嘢咧，其實係好簡單嘅啫，中文、英文、韓文寫都冇問題，字數亦都冇要求嘅，內容大概都係自我介紹啊、學習韓文嘅目的啊，或者留學計劃等等。準備好以上嘅文件之後咧，就可以寄去韓國學校嗰邊噶啦。留意翻寄出咗嘅文件咧，係唔會歸還翻俾你嘅。韓國學校嗰邊收到你嘅文件，檢查咗冇問題之後咧，就會 send 通知俾你，叫你交學費，咁就係申請成功噶啦。嚟到第2部分，如果你申請2期或以上裕學堂，收到學校嘅入學確認通知之後咧，就可以開始申請你嘅 D4 留學簽證啦。嗱，我自己咧就覺得申請簽證比起申請裕學堂所需要嘅文件咧係嚟得簡單嘅。首先第一樣就係需要填寫一個電子表格，咁記得係要 print 出嚟啦。然後第2樣就係需要一張白色背景嘅證件相。第3樣就係需要你嘅護照正本同埋影印本。留意翻你嘅護照正本咧喺申請簽證期間係會被沒收嘅，所以呢一段時間你係唔可以離開香港。第4就係需要你嘅身份證正本同埋影印本。第5就係帶足夠嘅現金，因為佢哋簽證嘅費用淨係收現金港幣320蚊。第6就係你申請裕學堂嘅時候已經準備好嘅最終學歷證書，就係你完成咗公證嘅嗰份文件啦。第7就係你預定修讀嘅課程內容，咁呢一個都好簡單嘅啫，只要上翻去你學校嘅網頁度 cap 翻課程大綱嘅嗰頁出嚟就可以㗎啦。第8樣就係進修計劃書，咁其實就係你之前申請裕學堂嘅時候所遞交嘅學習計劃書，我嗰陣好似都係交翻同一份。第9樣就係你嘅財力證明，咁呢一個咧比起申請裕學堂嘅時候嚟得簡單，因為係可以用月結單作為你嘅證明，只要你嘅月結單證明到連續3個月你嘅戶口入邊係有港幣25,000蚊嘅話咧，咁就 OK 㗎啦。最後仲有3樣文件要遞交嘅，咁但係呢3樣文件就唔使你自己準備，係學校喺你交咗學費確認你入學之後咧會寄翻去俾你嘅。咁呢3樣文件咧就包括預定入學學校嘅標準入學許可書，同埋預定入學學校嘅商業登記證，仲有預定入讀學校所發出嘅學費收據。咁以上3樣文件咧都係你交完學費之後，因為學校都會知道你係要申請簽證嘅學生嚟嘅，所以佢都會即刻係寄翻呢一啲所需要嘅文件去你屋企。咁我記得當時都唔係隔咗好耐，好快交完學費都收到呢一啲文件㗎啦。最後提提大家，申請簽證咧係需要大概7個工作天嘅，同埋記得去大使館之前一定要先預約，因為我之前咧就係冇預約到，然後就冇咗一次門訂。希望大家都可以順利入讀心儀嘅學校啦。咁我覺得其實只要你有足夠嘅決心，一定要嚟讀裕學堂嘅話咧，以上嘅所有申請程序咧都一定難唔到你嘅。如果仲有啲咩問題咧，都可以下邊 comment 問我，或者 IGDM 問我都可以嘅。最緊要 like 爆呢一條片，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都想嚟韓國讀裕學堂嘅朋友睇。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安妞。好攰，講太多嘢，就嚟飲晒成杯咖啡。開始嘅時候去到呢度係已經就嚟飲晒。